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基隆中正区北宁路雕景公园的路口，昨下晡土石放落来，有2个驾驶受伤，其中一个腹肚出血，开刀了后，目前伫个加护病房咧观察。早起是出动着吊车，甲吊伫个土堆内底车来吊离开，讲要到6月11号才有法度回向双向通车。交通部长李明安讲，相关的部会会进一步来了解，到底是天灾，或者是倒位出问题，他来进行着国家赔偿的程序。4年北的真细日，将吊入土石堆内底的车拢总吊离开现场。怪手重机械拢进入雕景公园的路口，赶紧要把时间要清这土石案。昨天有部分的碎石砸中除油槽，目前工程人员已经堆起土方，并且拉起封锁线，同时也要将除油槽里面的柴油给抽干，避免再次发生危险。大量的土石啊，向为山坪顶放落来，这唔係石头尔，还有树啊，愈放愈大片。当时现场的人强要走无路，有够危险。基隆市中正区北宁路雕景公园路口大规模的崩山，差不多有4400平方公尺。2个吊车驾驶被送到中间病院，一个检查发现其中一个腹内有出血。昨天进一步检查，有发现他腹腔内有出血，有一个很大的血肿，所以昨天有安排紧急手术，一直到今天的凌晨手术才结束。目前大概会先在加护病房观察。外界上关心的是崩山了后清运的进度，透早已经将吊入内底的车拢拖入现场，再来是重机具进入现场开始又就是先抽打了，再放太空包来保护。抢修时间估计要1礼拜，要到11才恢复双向的通行。今公路局也有规划相关的替代道路，那让汽机车可以通行。公路局跟相关分局大家来根据它是天灾或者是相关的问题来做国赔的这个程序。因为土石崩了真严重，造成第2线雕景公园路口未通。基隆市政府公布大体道路有9线的客运路线改道，毛取消部分的停靠站，提醒乡亲会记改行别条路。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